小帝王蟹26.99蚊一磅，一磅。左口魚，呢啲係左口魚。溫哥華大蟹係一磅係17.99蚊。小龍蝦5.99蚊一磅。沙蟹3.99一磅。石頭蟹係3.99一磅。大龍蝦一磅係15.99。溫哥華單腳龍蝦一磅8.99。小心啲啊！他說你手不要太輕，單腳你需要哪個我買蝦，你的？我覺得係好多超市都係好少話單腳龍蝦。都重大的，這個裡面有大有小，這樣子就是這個3磅以內，3磅以內，和2磅半左右吧。游水蝦一磅係26.99蚊，其實都幾貴下。萬華超市海鮮嘅等我見識下都咯。其他超市冇咁多多下，喎。嗰其他超市啲各式好似冇咁各樣嘅海鮮都幾多下。帝王蟹一磅係58.99蚊。都幾算大隻嘅。嗱，係啊。慢仲係一磅15.99蚊。啲海鮮都幾多下，超市係海鮮都幾多下。其實都好多特價，因為佢而家係新開張，好多特價，比如雞蛋啦，水果啦。